重生成为财阀家的小儿子有什么好处？为了每天能吃上美国的甜甜圈，就可以直接将他们的店铺买下，搬回韩国，并且开在自己家楼下。道俊将一盒子甜甜圈送给吴叔，让他以后再也不用去美国买了。吴叔也是惊讶于财阀的超能力，两个人拿出甜甜圈干杯，表示今后一定会合作愉快。第二天，财阀爷爷想利用赛车的噱头来为晚上的新车发表会造势，大伯二伯赶紧趁机拍马屁，说他请来了体育和财经的所有记者，如果今天顺阳车队如果夺得第一名，必能登上各大新闻的头版头条。正当爷爷得意的时候，女儿花英却突然出来讽刺顺阳车队垃圾，每年的维护费、车队比赛费、赞助费过10亿，可成绩却年年垫底。不知道为什么老爹还要养着这一群赔钱的东西，根本不是您的作风。此时老爹已经开始生气，却被秘书出面打圆场，要会长先进屋再说。没想到女儿花英还是不依不饶，追着老爸说：“사위도 자식인데 아버지 몰래 국회의원 하나 만드는 건 일도 아니잖아요. 어떻게 이렇게 모르는 척하실 수가 있으세요? 네?”原来她想让爸爸出资赞助自己的老公竞选议员，可没想到老爹的意念如此坚决，就是不肯帮她。她不明白为什么老爹宁愿把钱砸进赔钱的车队，也不愿意用资金支持女婿当议员。女儿心生怨念，难道只有儿子才是亲生的，女儿就不能获得一点父亲的支持吗？突然在她心里一个阴谋的计划形成，她要让老爹知道自己的女儿不是一个没用的花瓶，而是瓶子里那一朵充满魅力的花。她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兴奋，直接抱着老公的头来了一口。另一边的比赛场上，顺阳车队和竞争对手大营车队你追我赶。当大营车队一个弯道超越顺阳之后，爷爷再也坐不住了。道俊给爷爷倒了一杯茶，让他缓一缓紧张的心情，毕竟比赛还有3圈才能定胜负。没想到此时大营集团的朱会长竟然出现。道俊知道未来世界里大营集团也是与顺阳齐名的顶尖财阀集团，这一次两大领导人的世纪握手也算是名场面了。没想到老朱一来就对爷爷开始讽刺，说他们顺阳车队一向都是垫底，不如取消算了。爷爷哪里能受得了这个气？他回怼说大营集团现在连有钱人的游戏都玩不起了，因为听说你们资金困难，在韩道钢铁的收购项目上连个名片都不敢递出去。接着又搂住道俊说这是自己的小孙子，今年以全国第1的成绩考入首尔政法，我从他这里学了一句话送给你。爷爷这回算是出了一口气，可没想到的是，一出门大伯就接到通知，说比赛的车子出了故障，现在要赶紧召回修理。可大伯坚决不同意，他抢过对讲机就喊了起来：“리타이어하는 순간 레이싱팀 해체야. 15년 전 후원하지 않을 테니까 알아서들 해!”赛场上的车手听见命令之后，顾不得已经冒烟的赛车，还是猛踩油门追了上去。可就在他即将超越的时候，车子引擎着火，连盖子都飞了出去。爷爷知道这一次他失败了，看着外面大家紧急灭火的画面，朱会长可得意了，走到爷爷身边又开始出言讥讽，问他知不知道为什么顺阳永远赢不了大营，就是因为我拥有5个儿子团结一心，而你的眼里根本没有家人。说完转身离开，接着大伯就走了进来，说自己已经处理好了事故，并且让记者也都删除了照片和视频。便一个人离开赛车场，让所有人都不要跟来。只有道俊知道，其实受伤的人是爷爷，因为前世道俊看过爷爷的自传。他18岁开始就用货车给别人拉货，到后来组织了自己的运输队，再建立运输公司，一步步从一个小公司发展到如今，成为涉及各行各业的顶级财阀集团。而车子就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。道俊凭借前世的记忆找到车库，爷爷惊讶于道俊为何知道这里。接着爷爷让他回去，自己则继续低头修车。道俊接过爷爷的电筒给他照亮，他表示自己很理解爷爷对车子的执念。顺阳汽车产业就像是整个顺阳集团的引擎，从这里获得动力，才能使顺阳集团走得更远。爷爷不敢相信，整个家里最理解自己的竟然是自己的小孙子。他答应跟道俊回去参加新车发布会，并告诉大家汽车已经不再是重工业的一环，自己要大力发展半导体行业，让整个顺阳集团再上一个新台阶。发布会结束后，二伯突然来找到道俊，故意问他知不知道美国财团要收购炼钢厂的事情。如果这件事让爷爷知道的话，他的汽车梦想就又要破碎了。道俊对二伯说：“此时二伯脸上的表情变幻莫测，原来他早就派人跟踪道俊，并发现了道俊跟吴叔经常有联系。他把这些照片故意找别人递给爷爷。正在写字的爷爷停了笔，他问上次道俊是不是去了一次美国，而这个吴世俊也是美国来的投资人，2次的偶然在一起就绝对不是巧合了。第二天爷爷非要送道俊上学，他故意在车上试探道俊，问他在美国是否参加聚会，而道俊说自己忙于学业没工夫参加。爷爷又说听说你把那240亿换成美金拿走了。道俊说自己跟爸爸投资了一部电影。爷爷此时不高兴了。
마저 한 적이 없다. 第二天，道俊在吴叔入住的酒店讨论收购案，却收到一个免费餐厅送的花篮。他们俩不知道的是，花篮里已经安装了窃听器。 내 모든 커리어를 걸고 말할 수 있어. 7천억 이상 투자해선 원금도 절대 회수할 수 없는 망할 회사라고. 그럼 어떡합니까? 난 꼭 국에 넣어야겠는데. 两个人的对话被全部录了下来，并且在财阀爷爷的桌面上播放了出来。爷爷这才意识到，难道这盘棋的主人竟然是小孙子陈道俊？可他不是轻易认输之人，于是派人将吴叔请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开门见山问他是不是接受了陈道俊的投资。吴叔也实话实说，确实收了陈道俊的投资，但不是收购韩道钢铁，而是收购一个卖书的小网站。自己还跟道俊吵了一架，说买这个小网站简直如同把钱扔进了大海。爷爷又问那美国的投资公司为何要收购韩道钢铁？吴叔说自己本来就是要寻找韩国的投资机会，碰巧发现了这一家而已。他此时却提醒爷爷，现在正在收购韩道钢铁的不只是我和你，大银集团也突然加入了收购案。明明已经断了资金流的大银集团，是谁在背后提供了资金支持呢？吴叔说出一个人名之后，把两个人都震惊了。原来在后面支持大银集团的，竟然是他的二儿子陈动基。秘书提议叫老二过来一次，趁收购还没开始，一切都来得及。可财阀老会长却说不必了，商场无父子，如果做生意还要考虑父母兄弟，那最终都成不了大器。大伯这边请来了10几位智囊团，要他们连夜计算竞拍底价，竟发现原本3000亿的项目，现在必须出资7500亿才有机会。可他们手上全部的资金加上债券，也最多凑到7000。正当大伯准备卖掉自己的股份时，妹妹花英突然出现，她说自己可以提供500亿给大哥，但是条件是必须要大哥支持丈夫选议员。两个人达成协议，最终大伯以7500亿的价格成功收购了韩道钢铁。老会长也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晚上他叫两个儿子回家吃饭，老二看见大哥马上换成一副假笑，大哥却告诉他自己早就知道了你出钱帮助大银集团的事情。老二脸色一变，大哥继续说其实父亲也已经知道了。餐桌上老二心里七上八下，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让儿媳去给一家之主换一碗热汤。当儿媳端上给他的时候， 내 말고 이 집 가자. 你看老爹终于认可了自己的地位，大伯简直差点哭出来。另一边本因投资失败而伤心的两个人，却突然开心地笑了起来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道俊下的一盘大棋，最终就是为了提高顺阳的收购价，让他们背上巨大的负债难以前行。因为他知道马上就要进入全球的金融危机了。爷爷看着电视上每天倒闭的新闻惆怅不已，可道俊却因为投资了网络书店亚马逊而狂赚900%。 이제 시작이다. 당신의 위기, 나의 기회.